若继续来看，高雄仁武有一间冷冻食品厂，互卫生局查到，这个过期的冷冻肉超过11吨。这业者是涉嫌改日期来延长着期限。上限的是，其中有5肉已经过期14年，要咧卖。这过期的肉品是卖予高雄4间餐厅，其中阁有5千间的饭店。这饭店嘛相当的不满。但是业者是来发冤枉，讲因无卖过期肉，讲只有冷藏肉转冷冻肉，无符合着规定。互卫生局查到，敢若是改标来卖过期肉品，这个消息互野出的过当天，冷冻食品业者伫咧仁武的工厂一透早无开门，不过业者来发冤枉。7天或者10天嘛，对，我们就转到冷冻啊。卫生局的规定是说，我不能直接拖过去冷冻库，不会故意把说每一个篮子我都拆掉那个。对。所以变成说这个叫改标啊。社市负责人强调，无卖过期的肉品，不过承认甲冷藏肉转做冷冻肉的 SOP， 无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的准则，就要改进。正前高雄市卫生局接到检举，这间冷冻食品厂卖过期的肉，检调卫生人员到现场敲吹，查到过期的猪肉、鸡肉、鸭、牛、鹅肉，甲废料拢总11.4吨，其中上罕过的是鹅肉的部分有效期是2010年5月7日，算的已经超过14年。加重裁罚贩售业者新台币840万元。卫生局调查过期的肉品已经流向高雄的4间餐厅，包括5星级的饭店，目前已经全部预防性回收，无被赔。过期的作品，你一旦拿出来在厨房做料理的时候，其实它里面的微生物也会污染到其他食材，造成交叉的污染。到即马，业者也未提供详细出货日期甲项目，就惊有未少过期的肉品互消费者食落去。目前检调搁在侦办当中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